繼續來關心這食安風波，衛福部即馬是發現講，中聯4月到6月的29批檢本，這當中除了南僑通報的迄批以外，其他攏是檢驗合格。也毋過食藥署調查所發現講，泰山、福壽甲福寶等等52個檢體，又閣驗到這中聯的2批油是有超過標準的。衛福部長趙宗良伊是表示講，這中聯的檢體是有真大的問題，目前這相關的產品攏已經有風險落架。問題油品的議題閣再炭燒，衛福部展開行政調查，中聯油脂4月到6月總共製造29批次，經過下游檢驗出5個批次無合格，剩的批次衛福部檢驗有合格。毋過到今，食藥署閣再檢視第2站的油品，中聯提供予泰山、福壽、福寶的52個檢體，所發現閣有中聯4月18、4月13的2批油品超標。中聯油脂它所存留的檢體，那麼提供給我們檢驗的檢體呢，確實是有很大的問題，所以今天食藥署會再次去發布。不過呢，大家也不用恐慌，因為我們在這個7月10號的時候呢，已經都是全面性的預防性下架。那污染到底是對黃豆的原料，也是制定來的？因為中聯老的樣品甲下游的檢體有出入，將會專門檢驗下游留存的檢體，閣再回頭交叉比對原料甲制定，預計1禮拜內完成化驗，釐清污染的原因。另外，衛福部嘛要提出5+5食安法的修法，包含增訂第三方檢驗機構強制通報的機制，明確規範通報的法律責任。對於他們來說，他們是商業合作，所以在通報這部分的話，基於商業契約還有一些保密協議來說的話，他們進行通報其實是比較不合規。當檢驗人員去通報這個問題的話，就會變成是他們有可能就違反保密協議等等的而被告。食品檢驗技師是認為第三方通報制度實施是有困難度，嘛有可能致使檢驗技師愛派刑事責任的壓力。衛福部是表示將會討論食安法修法加強制性通報的規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